天气反常，中国江西福州落鸡卵遐大粒的冰角，河北当时罕见落4月雪。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警方掠通缉犯嫌犯开枪反击，被警察调查4个人不幸死亡。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来关心气候反常的状况。中国江西福州昨日是落大雨，而且在雨水当中佫带迄鸡卵遐大粒的冰角。另外，这礼拜就要进入热浪啊，不过河北竟然是昨个罕见落4月雪。江西福州离到下昼突然靠大风，雷电交加，刷落来道路起比鸡卵还佫较大的冰角。系统仪，我哋下班时间为车的挡风玻璃风讲破，交通明显受阻碍，行程更加是狼狈。刚才这个雨好大好大，哎呀，还有那个冰雹，跑都跑不赢。伫河北省的承德市4月底应该是温暖的季节，要毋过离到雪地一暝之间落大雪，部分地区积雪达到32公分高。看过去，无论是路树还是大路，全拢抹上金色的外衫，气温低到零下5度。另外，张家口沙北管理区亲像时间倒流，出门的民众重新换穿寒天的高衫。雪深32厘米，一出门就感觉回到了冬天一样。昨天还是，春天的样子，但是今天一出门就白雪皑皑的，就感觉，这个天气真是变化多端。另外，极端气候拜六也伫广州发挥，当地部分地区落冰角，部分地区是口起强烈的加热风，那将地面的物品加上天，还佫摧毁变电站，带走5条人命，大概141个厂房毁损，灾情严重。还佫有谈人的泰国是为高温所苦，连街路的流浪汉也都未条勉强找到会当踮的所在，是种街友是想出避热的方法。แกร้อนแกเนื้อตัวนั่นเลยทับไปเรียบร้อยนะทับไปก็พออยู่ได้นะแล้วมันไม่เนื้อตัวนานนะพออยู่ได้ถึกพัดลมก็เย็น曼谷最近高温会当达到摄氏40度，也毋过受到湿热环境影响，体感温度悬到52度。气象单位也对泰国中部及北部地区发布高温警戒，呼吁民众避免长时间伫室外活动，因为过去1个月泰国已经有30人着雪死亡。公司新闻张慧斌编译。镜头换来看非洲，东北国家肯亚昨是做大水引起水崩山，造成45个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即阵还佫有10几个人失踪。大水为山顶向下卡冲，树啊连根板起，路拢是落雨霾啊，厝也严重受损。那区路郡麦马小镇29个大水造成死伤，当局表示死亡人数恐惊会阁增加。Maji ikabomoa na nyumba na kulikuwa na jiko hapo, ikakuja ikanisukuma nje mimi. Nao watoto walikuwa next room, kufungua tu hivi wakatolewa nje na maji。警方上开始一回大水是附近水坝放起，暗过水利部了后表示是附近一条铁轨路泵坑和翠石查库，这物件塌掉咧壁灰，真紧抢断，铁轨路也害去。To make sure that citizens who are victims of climate change, who today are suffering floods, they are suffering mudslides, are looked after. 张惠这个国家过去几礼拜因为暴雨，肯亚死伤真严重，坦桑尼亚也变成因为大水死亡，红龙地有超过20万人受影响。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天灾看山，换来看人祸。秘鲁北部安第斯山区有一只载50个游客巴士兵车，涉入200公尺深的溪岸，上无是已经有25个人死亡，15个人受伤，而且佫有未少人去互溪水冲去。咱落去河谷的巴士车顶的椅啊，拢扫伫涂骹，现场的水是流得真紧。事故是发生伫28礼拜的暗时，这台载满超过50个乘客的巴士，经过秘鲁北部安第斯山区这条路拢无平，拢是路过霾的路的时阵，技术弯的时阵无细二兵车落落去200公尺深的河谷，救援人员和消防员出去抢救，但所迫真惊，救援难度真高。y la cantidad de pacientes que han llegado acá son 17 pacientes, de los cuales de los 17, 2 son fallecidos, el resto han sido referidos. 当地官员讲，这个严重事故造成至少25个人死亡，13个人受伤，而且还有一寡乘客互雨水冲去，唔知影生死。
Y sinceramente es una pena, una lástima. Y esto también permite a la reflexión de repente a mi misma persona para tomar más en cuenta la cuestión de las carreteras. 目前有关当局正在调查这台巴士敢有适合载人客上路。第一边路因为一堆人超速驾驶、路况佫歹、欠交通号志嘛无啥在执法等等，一堆交通事故。去年甲打至少有3100个人因为安尼无命。地方官员除了呼吁民众塞车一定要注意，嘛要求政府要改善车路的基础设施，互悲剧莫搁重演。公司新闻张惠美编译。换来看美国国内局势，因为以色列伫咧加沙的军事行动造成真侪百姓死亡，所以讲美国有真侪大学就加起停巴勒斯坦的示威。不过这犹太人嘛敢一排对徛。前日啦，伫咧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就学校是互警方会当入去学校内底掠示威者、贴布片、放吊要甲示威者停学，这是互感觉讲真离谱。不过即阵却是有愈来愈侪学校拢态度打硬，请警方掠人清场。亲像这乔治亚州的艾默瑞大学，警方甚至是动用电击枪，也佮有手令枪支在掠学生。也若是德州大学、东北大学、加州大学等等，警方嘛是穿顶部的装备咧对付学生。到目前为止，尚无已经有16州超过20个学校，就100个人去互警方掠去。警方将示威学生带倒伫涂骹，双手绑伫背后。示威学生大概是情绪激动，大声喊放伊走。乔治亚州的艾默瑞大学当地警方用电击枪、像你枪支甲号召球弹，伫短短几分钟内逮捕20多人，有大学教授形容，场面就亲像战场。This is insane. I just saw police use unnecessary violence for peaceful protesters. I saw police knock students to the ground. Clearly, you see a bunch of arrests going on. 虽然多数被逮捕的人拢伫2空内被放出来，也毋过有人对因的内心造成创伤。以色列伫加沙的军事行动继续引起美国大学校园的示威，伫全美国16个州超过20间校园，有达到数百名示威者轰掠。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警员甲穿装备的州警，拜以这个校园清理示威者搭建的布棚，佮逮捕数十人。旧金山州立大学也有数百人示威，未少校友拢站出来呼吁大家团结。And I think the more people power there is, the more of a voice and change can happen. So when I found out about this protest, especially being SF State alumni, I knew I had to come out here. 哥伦比亚大学较早起发配予学生，要求示威学生伫迄天的下昼2点钟前清场，佮签署承认参与示威。若无伫2点钟前离开，可能面临停学处分。也毋过学生组织表示，伫学校满足因的要求进前未离开。We will not be moved by these intimidation tactics. You can see outside you now that the students are mobilized. There's hundreds of them here today. They will not be moved. We demand divestment. We will not be moved unless by force. 抗议学生向哥伦比亚大学提出3大要求，包括撤出以色列大学财务透明化。甲无处罚参与抗议的师生，也毋过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表示未答应这要求，也毋过提议投资加沙的健康甲教育，佮答应互学校会直接投资更较透明。公司新闻台为您编译。美国社会动乱，除了学生示威，当警方伫咧北卡罗来纳州掠通缉犯的时阵，这嫌犯是开枪反击，计共有8个警察着枪，其中4个人不幸死亡。这嫌犯嘛，当场去互断死。经过3点钟的对峙，北卡州夏洛特市执法的人员总算伫这间厝的门口埕甲嫌犯断死。原底有3个警察伫这场枪战当中殉职，即马佫传出第4个警察伫送病院了后，伤势相当不幸过往，留下伊的看守甲3岁后生。那这个警察才当当选4月份的最佳警察。Just last month, I was in this very room. Congratulating Officer Iyer for becoming Officer of the Month in April. 美国时间2到下晡1点30分左右，美国法警特遣队伫北卡州夏洛特梅克伦堡警方的协助之下，替法院签下了逮捕令，去一间伫夏洛特市的人家厝逮捕一个重罪犯。这个罪犯已经被定罪，而且非法持有武器。不过执法的警察到迄间人家厝了后，嫌犯用步枪射击，威力真强，双方爆发激烈的枪战，落尾造成4个警察殉职，另外4个警察受伤，内底还佫有几个是法警。落尾警方公布这个嫌犯的名，
伊是39岁太岁克拉克受死而逝。而且警方嘛伫迄间厝内底逮捕另外2个女性，其中一个未成年。警方当地理清这2个人，敢是嘛有甲警方开枪？因为当地居民对这场枪战也是感觉真惊吓。So initially there were about 3 shots, 30 seconds. Then there were 7 shots, 30 more seconds, and then there were like 10 shots. So when we came outside, there were no cops at all. Then cops started rushing in. 北卡州的州长库比已经去下落地市听简报，而且准备甲受害者的家属见面，提供协助。美国总统拜登嘛已经甲州长通电话，讲殉职的警察是英雄，嘛甲家属表达哀悼。They lost their lives after they gave us the opportunity to be in a safe place. 这个案件是下落地市有记录以来上较严重的枪案。2007年，当地2个警察处理一件家庭纠纷的时阵去互枪杀。也若顶一届有法警伫即群当中殉职，发生伫美国亚利桑那州。公司新闻警员强编译。南韩政府2月初宣布，明年度要开收家收医学生，解决这欠医生的问题。这项政策就引起医界反弹，认为讲政府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应该先解决这资源福利分配无均衡的问题。即阵这大病院的教授，因为基层的医生请示已经罢工，而且拢已经添加系列咧，所以讲就宣布讲，因嘛要开始休诊。亲像这首年5大病院当中的首年大学病院，佮有社福男士病院，伫咧今日手术甲门诊拢是暂停的。也若是分堂首年大学病院，500多位教授今日嘛多数拢无看诊。其实这毋是大病院休诊的头一个，这中北大学的病院伫咧4月初5就开始逐礼拜5拢休困，而且未来是会有更较侪病院实施这款模式。有病院就已经预告，这5月初3的时阵，因无要开门，甚至这首年的圣母病院佮宣布讲，5月初3开始逐礼拜5的门诊，抑佮无介紧急的手术拢无要开。明仔载要就任的大汉医师协会新会长林宪德就放条讲，只要政府无取消家收医学生的政策，因就袂参加任何协商。原来关心国际政治，中国的外交部昨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后礼拜要去访问欧洲，头一站会去到法国，预计双方会讨论乌克兰战争甲中东局势。而且这法国的总统马克龙是希望争取习近平甲斗天，促成这奥运的期间暂时停战。过5年了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搁一届访问法国。中国外交部8日宣布，习近平会伫5月初5至初10去拜访法国、甲塞尔维亚，还佫有匈牙利。这嘛是疫情结束了后，习近平头一届去拜访欧洲，头一站就是法国。习近平主席将同马克龙总统举行会谈，就中法、中欧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外理社长29嘛证实，马克龙5月初6会伫巴黎接待习近平，双方会针对国际危机，主要是乌克兰战争甲中东局势来交换意见，嘛会讨论气候变迁、中国法国贸易、科学甲文化交流等等的议题。马克龙顶礼拜才强调讲，欧洲应该爱战略自主，减少依靠美国。Il nous faut continuer d'avoir des partenariats avec les pays tiers. Oui, c'est-à-dire bâtir une Europe en capacité de montrer qu'elle n'est jamais le vassal des États-Unis d'Amérique et qu'elle sait aussi parler à toutes les régions du monde, aux émergents, à l'Afrique, à l'Amérique latine. Et pas simplement par des accords commerciaux, mais avec des vraies stratégies de partenariat équilibrées et réciproques. 外理社长嘛指出，马克龙会伫习近平来拜访的时阵，要求中国促成奥运停战的目标。事实上，罗西亚乌克兰开战以来，中国的态度一直拢是西方国家的焦点。马克龙嘛捌呼吁北京，唔通提供武器予莫斯科。不过战争爆发较大，中国甲罗西亚的合作有加无减。罗西亚总统普京嘛打算伫5月份拜访中国，受到国际的注目。法新社引用法国外交人士的讲法，讲法国会持续说服北京影响罗西亚。不过嘛讲伫短期内恐惊未有重大突破。公司新闻陈婉玲编译。海洋温度直直升悬，全世界珊瑚白化状况嘛愈来愈严重。荷兰有动物园就靠这水族箱保存咧要长种的珊瑚。另外，这澳洲的新生企鹅嘛，因为气候暖化愈来愈少，科学家是做一寡隔热的箱啊，放伫咧野外，望挽救企鹅的生存。
澳洲正多到过史上上热热天，高温后寒带动物徛牛愈来愈歹活。统计显示，过去10年，这岛的徛牛已经少300多只，只剩2成。搁抓落去，恐惊真紧就会灭绝。徛牛岛原本就适合人工造就的箱仔部分已经真旧啊，新的箱仔加强控温，搁有通风口甲镶定玻璃表面，因互箱内温度比徛牛家己做的收，搁加8度，希望帮助因适应环境变化。互徛牛岛的名声继续落去，保护徛牛用做秀的箱仔，保护濒危珊瑚有诺亚方舟。荷兰博格斯动物园的水族馆最近迎接2种实验室培育的濒危珊瑚，分别是印度太平洋海域的鹿角珊瑚、加加德文珊瑚。长水人员真细致将因放伫800万公升的真大水族箱内底。Yeah, this is the first project where we started to keep these corals with a known origin. So as we know exactly where they're coming from, they have the potential to be placed back into the wild on degraded reefs, for example. 珊瑚岛是提供海洋生物大的所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减缓侵蚀的重要生态系统。误会杂识，互真济国家观光旅游业赚正侪钱。不过，地球暖化造成海洋温度连续12个月创新高。世界3大洋的珊瑚大群已经是第4摆大规模灭绝，阻止暖化改变气候变迁，要更加积极的行动。公司新闻是非常重要。上尾带大家来非洲，非洲有的所在落大雨，落甲做水灾。不过，这南部煞是欠水，欠甲溪水大窟窟。野生的河马若无通浸水，恐惊攻击性就会变强。所以讲，当地动物团体就当咧想办法，要甲因送去保护区。咱前较早看到真侪动物因为气候生存受到威胁，联合国的官员就警告讲，性婴现象上无已经冲击16个国家。非洲大陆当因为性婴现象在受苦，连续1个多月大水雨，互东非肯亚水坝规个网起，水淹到首都奈洛比，造成140多个人死亡，超过185000人是无厝通住。同一个时间，伫南部地区所拄着严重的渴旱，内陆国家普扎纳、北部的塔马拉卡内河河水拢打起，号称是拍甲拢闭起，互原本生活伫遮的野生动物，亲像河马，只好规定山区附近观光旅游城镇的自然水源保护区。Sirsi bona ka kwana ngara. Kira ngitu koni matata ga bona ngona. Ngara wana ka kwana molidi bala ngara. 布扎纳是全球野生河马数量上侪国家之一，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估计差不多2000到4000只。因的皮肤真硬，但是嘛真敏感，常常需要浸水才袂拍着伤。另外欠水会互河马性地变甲更较有侵略性，人和野兽的冲突就更较会发生。当地官员呼吁讲，为着安全，应该尽早甲河马刷去保护区。另外一方面，联合国的气候危机官员29伫纽约总部开记者会，警告讲。性婴现象已经伫16个国家发威啊，影响的人有4000万到5000万遮济，呼吁国际社会要随采取行动。In Central America, the dry corridor is just an example. It has really been the timely distribution of drought-tolerant and short-cycle crop seeds that have really helped families there receive assistance to produce about 60 kilograms of vegetables every 2 months. And this has really made a significant impact in mitigating the impact of the El Niño-induced drought there. 纽西寒冬业组织代表强调讲，极端气候是造成18个国家7200万人粮食袂稳定的主因。联合国官员讲，秘书长古提瑞斯已经拨发5400万美金做应用，嘛讲过去同款的回应措施要开30亿美金，佫需要各界来声援。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